世界展望会资助1000女孩第一场的校园宣导，10号伫台南女中登场，由代言人詹子轩向参与的学生讲述伊伫尼泊尔看到实际情形，参像是少年查某囡仔被迫撮合结婚，外景机师顶无公平的待遇，这拢是伫台湾想象袂到的代志。像是同婚，还有月经污名化、女婴惨歌这些主题，也是我们这一次去尼泊尔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故事。那有些小朋友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被出嫁给年纪比他大很多岁的叔叔，那也是在身心还没有发育完全之下的情况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月经也是，在那边也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厄运，然后要把他们关在一个月经小屋。那因为展望会的帮助，可以让他们现在知道月经是什么，那也会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活动最后，台南女中学生也写下凝聚勇气、无所畏惧、为自己努力、永不放弃丁力句，为尼泊尔女性祝福加油。台湾世界展望会伫10月11日国际女孩日进前，发起资助1000女孩活动，邀请各界爱心民众加入赞助，陪伴囡仔走出困境，挣脱枷锁，勇于梦想未来。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